大家好，歡迎翻嚟布老師嘅躺平投資大法啦。今集差唔多接近尾聲啦。講退休啦。before 開始咧，咁就戴翻個頭盔先啊。投資涉及風險啊，請大家自行衡量。本人意見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總結下我之前咁多條片講嘅 concept 先啦嚇。咁第一樣嘢咧就叫低成本被動啦嚇，最緊要就係低成本。另外就係全市場或者叫全球 ETF 啦，就係分散風險到成個 market 啦，或者成個地球啦嚇。如果可以嘅，當然係分散全宇宙嘅最好啦嚇。另外一樣嘢叫做 stronghold 啦。stronghold 當然係同你進出嘅市場比較啦嚇。咁你 stronghold 嘅贏面係高好多嘅，同埋回報率都高好多嘅。因為上一條片都講到，如果你不斷進出市場，你錯過咗市場嘅某幾日最高回報嘅時間啊，你就已經個回報率已經低好多噶啦。第三樣嘢叫做立即投資啊，冇錯啊，就係你睇完呢段片或者睇完我之前嗰段片，你其實應該即刻投資噶啦。因為你即刻投資，你先會留喺個 market 度，留喺個 market 度，你先至你有 exposure 呢個風險啊，即係你承受緊風險，你先有回報噶嘛。你留喺個市場外面，你冇承受任何風險，何嚟有回報咧？咁你更多時間留喺個市場，你當然個回報率同埋勝利率都會高啲啦。第四樣嘢就係 all in 啦嚇，即係 all in 又同呢個月供或者你等唔知低買高買高買低買咁樣入啦嚇，你個 all in 嘅勝利率同回報率都係高啲嘅。咁同埋第五個重點都係講 rebalance 啦嚇，即係你每年啦或者每兩年其實做一次都已經好夠噶啦。兩個功用啦，第一個降低翻個風險啦嚇，咁第二樣嘢就提高翻個回報率啦。咁如果呢個五個 concept 你都明嘅咧，其實你真係可以去買噶啦，就唔好等啦。咁今次就講第一樣嘢就講翻個預期回報啊，因為我條片就不斷強調話8%，咁8%係點樣推導出嚟噶啦嚇。見到左上角呢個表啦嚇，咁其實我總結咗噶啦，咁睇咗啲唔同嘅報告study 啦嚇。你譬如見到美國嘅股票啦大概係8.4至到9.7% 啊。譬如我舉個例子啦，左下角呢幅圖啦，咁呢幅圖係講200年嘅股票歷史噶啦，8.4%，係我第一條片已經講過噶啦。右手邊咧呢個係另一個 UBS 嘅 study 嚟嘅，咁你見到呢個大概100年、120年左右啦嚇，咁佢係計到以9.7% 嘅回報嘅，咁就份回報都有份 report 啦，都有啲唔同嘅講法啦嚇，咁我總結咗啦，大概就係股票8至9% 啦，其美國以外嘅股票咧，大概就8至9% 左右啦。咁香港原來都好神奇嘅喎，我睇翻呢個呢個恒生指數啊，喺 Yahoo Finance 度 check 嘅啫，計出嚟都9點幾嘅嚇。國債啦5% 啦，金啦2% 啦嚇，呢排金價都吹到好勁啊，升到上天花板啦，但係我都係唔會買㗎嚇。咁睇翻我哋之前成日講嗰個最簡單嘅組合啦，VT 80%。VGIT 20% 啊，咁你攞翻頭先上面嗰表啲數咧，你計翻就差唔多啦。咁 VT 大概60%係美國股票啦，33% 係其他地區嘅股票啦，你計翻就大概係9% 到啦。咁你計埋個國債啦嚇，咁呢個平均計翻個比例，你其實大概8.18% 回報嚟嘅。睇下右手邊呢個表啦，8% 回報就我成日講噶啦。你擺到10年100萬擺去10年之後就變咗10倍噶咯喎，咁1000萬噶咯喎嚇，呢個一個比較合理嘅估計嚟嘅。點樣30倍回報咧？其實就呢度嚟嘅。呢幅圖我睇第一段片都講過啦。呢個係講緊1926年至到2000年期間呢個70幾年期間，你見到小型價值股係差唔多有15% 嘅年化報酬率啦嚇。咁即係如果有機會咁呢個表我當你12% 啦，你冇咁過分啦。呢個12%都其實已經去到30倍噶啦喎。即係你100萬30年後就會變1000萬變3000萬。呢個係你好彩嘅時候嗰個回報率啦嚇。咁呢度可以去到12% 啊。當然如果你真係十分好彩你又咁啱揀中啲小型價值股票去到15% 咧，
咁你見到佢總回報有成66倍嘅嚇，即係100萬入邊6600萬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條片一開頭講10至30倍回報咧，都唔係吹出嚟，真係計到有數據 proof 到俾你睇嘅。咁啊，當然都打翻個頭盔啦嚇，呢啲粗略估算啦嚇。咁啊，你要準確就梗係揾 iBanker 做翻啲模擬，做翻啲 simulation 啦嚇，估算下啦嚇。咁就好啦。嗱，假設我持有呢個頭先上面嗰80% VT 同埋20% VGIT 呢個組合啊，持有到60歲啦，30年之後啦，退休啦，準備咁有咩做咧？咁啊，梗係要自製長糧啦。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好中意買收息股嘅啊，雖然我係十分之不建議嘅。咁我依家都用呢個叫4% rule 啦，個 concept 同你買收息股差唔多，不過就再好啲嘅啊。咁點樣自製長糧法咧？嗱，假設你而家賺咗1000萬啦嚇，咁我呢個表係假設緊你60% 股票40% 債嘅啫嚇。咁佢係可以 run 到大概90歲嘅嚇。呢個係 base on 美國嘅股票嚟計嘅嚇。咁如果我哋揸住80% VT 咧，即係股票咧，其實你應該呢個成個退休金咧應該可以再長啲嘅嚇。咁佢嘅玩法就係嗱，首先4% rule 就係你每年使4%嚇。假設1000萬，咁你4%即係40萬啦，即係你每有40萬嘅使費可以使啦嚇。咁就有80% 嘅機會率啦，你係可以使到90歲都仲有錢剩嘅嚇。咁你見到呢個右手邊有3條線啦嚇。咁綠色呢條就係講緊你使4%啦嚇。咁藍色呢條線係講你使55%啦。咁黑色呢條線講你每年使6%。咁當然你個使費越大，咁你個退休金就越快玩完啦嚇。你使費越少，就退休金就可以 last 得越耐啦嚇。咁就嗱，呢個都係粗略估計啦，都係戴翻個頭盔啦。咁就嗱，佢個原理咧，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數學，其實都好簡單嘅啫。嗱，譬如話你而家60歲，你揸住1000萬啦，咁你年尾就你今年就攞40萬出嚟啦，年尾你咪剩翻960萬咯。咁但係呢960萬都會 base on 呢個8% 回報繼續滾噶嘛。嗱，我而家呢個假設緊你繼續揸住呢個80 VT 同埋20 VGIT 呢個組合，咁佢繼續滾噶嘛。咁你見到你60歲嗰年啊，雖然你使咗40萬，但係你有8% 回報的話，咁你其實係會賺翻，你見到條數係變咗1000萬，再加30幾萬噶嘛。其實你係會有賺嘅喎。如果你攞呢條數啊，咁碌到你90歲咧，其實你去到90歲咧，你去攞翻3000萬嘅喎。咁當然呢個計平均8% 回報啦嚇。咁當然有機會係起起伏伏啦嚇。咁但係你最終大概係3000萬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利用呢招咧，其實你好過你收所謂嘅股息嘅嚇。我假設你有你1000萬，你攞嚟收4% 股息啦，你4% 股息係咪可以支援到你有8% 嘅每年回報咧？我就唔覺得佢做到嘅嚇。同埋我呢個好處就係我係用呢個好高嘅好多嘅股票啊，你可以 run 到去1000萬啊嘛，由100萬變1000萬。如果你揸住個高息股嚇，佢係不斷每年派息俾你啊，但係佢唔會有8% 回報噶嘛。咁關於大家都好中意嘅高息股系列啦嚇，如果大家好多人睇呢啲片，睇我啲片啦，咁我就得閒整一條片專講高息股有咩問題啦嚇。咁嗱，頭先上面嗰個你揸住1000萬啦，就冇考慮呢個通脹嘅問題啦嚇。咁當然係大家開心啦，但係實際上梗係有通脹啦。咁如果你考慮埋通脹即係你就算你30年賺到1000萬，其實即係等於而家嘅570萬睇黃色呢一條線咁如果你當係你回報你嘅通脹率係3%咁其實你實質回報每年係5%嘅，咁咪得翻400幾萬嘅啫。其實都夠退休㗎啦，400萬對去香港人嚟講嚇。不過當然你究竟有幾多錢先退休就閣下自己計啦嚇。大家生活水平都唔同嘅嚇。咁我睇過最新香港過去嗰10年通脹率大概2% 左右啦嚇。咁大家自己考慮下，你係用2% 計定3% 計啦。
咁嗱，假設你係2%啦，通脹，咁你嗰2%通脹計完之後，你其實你每年都有6% 回報嘛，計埋你4% 嘅支出，其實你每年都淨賺2%嘅喎。咁所以用翻同一個方法嚟計咧，其實你用到90歲咧，理論上都仲有900幾萬剩嘅喎，980萬都差唔多1000萬嘅啊。咁所以就算你考慮埋通脹啊，呢一招都係 work 㗎嚇。好啦，咁另外嗱，我頭先上面嗰度咧就其實講緊嗱，呢幅圖就係頭先 show 俾你睇，講係60-40啦嚇。咁另外就你見我不斷都係強調80% VT 同埋20% 嘅國債啊嘛，美國國債啊嘛。點解我唔提呢個60-40咧嚇？其實就我係睇翻右邊嗰幅圖啊，呢幅圖其實我第一條片講過。如果你睇呢個 efficient future 啊，呢個叫效率前沿啊，你睇如果睇一年啊，即係最右手邊呢一條一年嘅斜線咧，你見到呢個股票啊成分越高啊，100% 股票嘅話咧，你個風險啊，即係呢個 standard deviation 啊，就好高噶嘛，呢度應該超過咗20%噶啦。咁如果你全股票咧，即係呢個點點啊，咁佢嘅風險係極低噶嘛，得翻9% 嘅 standard deviation 嘛，咁當然個回報都低啦。咁呢個咁所以你可以見到 year one 就第一年呢條線，國債可以減低風險嘅，但係你要注意咧，其實呢個叫做短期風險啫喎，因為股市係長期向上噶嘛，佢短期會波動啫嘛，即係出年可能經濟危機或者金融風暴嚇，咁你過2-3年會 recover 噶嘛，咁你 recover 完之後個股票會 keep 住向上升噶嘛，咁所以國債嘅效用啊，我要重申多謝係減低短期回報嘅，sorry 短期風險嘅咋。嗱，因為你睇翻嗱左手邊呢個框框，特登關住啦。30年呢條線咧，打交叉呢一點咧，就係講緊你全股票。咁正方形呢一點咧，講全債券。其實你見到全債券咧個風險咧，風險即係呢個 standard deviation Y 軸嚇，係仲高過全股票嘅喎。咁所以用呢個 concept 嚟講咧，我哋而家投資年期係30年啊嘛。其實理論上我應該全股票添嚇，全股票先係最低風險同埋最高報酬喎。如果你睇呢條線。咁當然我哋都係攞翻個平衡啦嚇，咁大家可能 set 翻10% 或者20%或者30% 嘅債券會好啲啦嚇。咁所以市面上係其實有幾種，唔係叫幾種嘅，有一種好傳統講法就係隨住年紀增長你債券嘅比例要增加嘅嚇。咁就 which 就係呢幅圖啦嚇，咁就係呢個方法一啦嚇。咁就係譬如好傳統，好多人都會同你講嗱，你後生可能20零歲，咁你股票可以可能8-9成啊，但係你去到60歲啦，準備退休啦，你股票可能要得翻4成或者5成咁樣啦嚇。咁你係呢個就係傳統方法啦嚇，但係我就不推薦嘅嗱。你按頭先嗰個 concept 啦嚇，因為債券係減低短期風險嘅啫，長期你 keep 得太多債券咧，你回報率會拖低嚇，即係你賺到錢嘅機會係。唔係應該咁講，賺得大錢嘅機會係少咗嚇。即係你諗下，你債券回報率頭先講過5%㗎嘛，咁你每年通脹都蝕咗2-3%，你實質回報其實得2-3%啫喎，就唔抵玩嘅。咁呢個就方法嗱，方法一咧就傳統做法啦。咁你就每年啦嚇，你個股票個比例就遞減啦嚇。咁方法二啦，方法二其實就嗱，你去到60歲嗰一嘢咧嚇，你原本係 keep 住80% 股票，你去到60歲嗰嘢咧就賣咗一部分股票，咁你 keep 翻6-4啦。咁呢個6-4嘅組合，你就 keep 到你退休啦嚇。咁第三個方法咧，就我頭先我一直以嚟講嘅就係嗱，你股票 keep 住80%啦嚇，咁你債券都 keep 住20%，keep 到你退休都係咁 keep 嚇。咁就嗱，不過我都要重申啊，嗱呢個方法我建議啫嚇。咁你如果你心臟唔夠強大，驚夜晚瞓唔着咧，咁你都係買多啲債券啦嚇。不過你 in trade off 啦，你嘅總回報係唔會高得去邊嘅嚇。譬如我而家總結咗啦，其實你短期風險最高梗係方法三啦嚇，最低嘅係方法一啦嚇。
咁但係佢哋總回報其實你第一個方法係最低嘅喎，如果你跟個方法總回報係最高嘅嚇。咁啊，方法三，除咗適合即係大家明白嗰個長期30年嚟講有債券嘅風險其實仲高嘅話啦，如果你明白呢個 concept 嘅人啦，係適合用方法三嘅。咁另外就係譬如話嗱，你個股票你去到90歲啦，咁你 keep 住呢個比例啊，其實你有機會你可能有仔啊、有子女啊、有子孫噶嘛，咁你子孫其實可以繼續承受呢個風險噶嘛。去到你就30歲啫，唔係去到你60歲你就投資咗30年，但係你如果有仔女咧，你可以將呢啲股票不斷 pass 落去噶嘛。啊，咁你呢個比例其實唔算高噶，因為喺仔女嘅角度嚟講，佢先係20、20、30歲啫喎，佢可以繼續承受呢個高股票比例噶嘛。啊，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冇考慮過嘅一個方法嚇，即係你投資係咪純粹為自己啦嚇？係啦，咁就其實呢個退休篇已經講完啦嚇，咁就下一條片咧，我就再講另外一個點樣加速退休啦。咁就嗱，今條片就係咁先啦。咁啊，用咗大概16分鐘啊，都幾長啦。好啦，拜拜。